嗱，呢個聖經簽引書24、17節用交代釋迦，係講釋迦嘅鐵人，撇就釋迦兄弟姊妹對跌下去，釋迦嘅心中裏唔無嫌棄，唔無歡喜嘅跌下去。同埋呢，因為到呢個簽引書24、18節引用人講到，上帝看到嘅認為釋迦嘅心。安排係講釋迦顯釋迦嘅兄弟姊妹對跌係上帝為冇才釋迦啊！嗱，所以釋迦兄弟姊妹對跌，釋迦心中唔無嫌棄。對跌係咪呢？對跌撇就嘅家庭對跌家庭唔順，嗱撇就嘅生理對跌生理跌難，嘅工作對跌工作跌難，食種種釋迦唔無嫌棄，撇就嘅侍奉主跌難，釋迦也唔無嫌棄，因為到上帝。唔允許釋迦獻祭，而人本人呢，你約翰福音15、12節用交代釋迦，一出係上帝嘅命令，出係釋迦係上寫，佢對啲釋迦係嚟講到法本嘅先佢行，釋迦係嚟禱告祝福嘅獻佢行，因為到上帝寫了釋迦，嘅嘅愛要喺釋迦心中，釋迦也要獻出上帝嘅愛嚟祝福。幫持釋迦兄弟姊妹對跌嘅，呢都係上帝允許嘅，呢都係上帝合意嘅，所以釋迦無限啊，係講啲兄弟姊妹對跌，隆重熱切嘅身法對跌，釋迦係自己幫持嘅，帶佢行祝福佢，本佢力量，釋迦禱告上帝同在，因為到上帝看釋迦樣做，上帝允許，上帝祝福釋迦，上帝也祝福佢對跌嘅，也勸佢行，嗱上帝祝福，阿門。